各位鄉親，咱今仔日先趕緊來關心食毒、食酒賽車、防吊扣駕照了後，敢閣會當騎車四過去咧？台南有議員發現交通安全真大的空棚，有未少駕照防吊扣的人，因為知影騎微型電動二輪車唔免駕照，就改騎這款車佇路面拍走，根本就發唔驚。有民代建議中央都要趕緊有相關的配套。一個查某人騎微電車在路頂偏來偏去，警察隨甲查落來做酒測，並在批修真濟人食酒食到駕照，互人吊銷的調鋼筋微電車免駕照，讓法律的旁。網絡頂甚至嘛有相關的宣傳廣告，現處是法規對微電車欠缺駕照管制甲配套，處罰嘛傷輕，互違規的駕駛無咧驚，變做交通安全的空棚。這是一個真恐怖的問題哦，親像一隻炸彈佇咧路頂遐落雪安尼。有看甲北京嘛是有，所以不管什麼款的政策對因來講攏無好。而且電動車是不用駕照的，所以變成可能這樣的酒駕或者是這樣毒駕的犯罪人，他可以換一個交通工具。過去我們的把駕照沒收，不能再上路的這樣子的警覺的這個法則，所以我想這個是一個很大的法律漏洞。台南市警察局統計，今年1月至7月微電車違規有約3000件，其中食酒賽車322件，食毒賽車36件。民代質疑微電車食酒賽車上輕干啊，罰1000，無愛做酒測罰4800，根本無迄件力。若立法院前一陣仔3讀通過修正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，甲微電車頂慢車的食酒含無愛酒測的罰款提懸5倍，愛閣等行政院公告施行日期。慢車毒酒駕的罰款是1200到2400元罰款，如果涉及0.25以上的酒駕，那一律也是以公共危險，那會做移送法辦。面對全台微電車的亂象，各縣市警方嚴格咧抓，便若酒測超標，一律依法移送。不過，民代認為，一般汽機車和微電車的罰金關價差真濟，中央愛趕緊有相關配合，才通真正保障用路人安全。記者蘇台南採訪報道。